小武力来关心一个人伦的悲剧。二八暗时，新北市新庄区的警方接到消息，讲新泰路巷仔底发现一个行李箱内底一具男性的尸体。警方开始调查，调监视器锁定一个姓陈的嫌犯，昨暝伫因兜掠到人。依照这个指纹的比对，死者就是因老爸。附近的厝边隔壁嘛讲，嫌犯甲老爸老母是住做伙，怀疑是为了要领这个身心障碍补助，才伫因老爸死了后一直拢无报死亡。等到这个尸体已经翻炒，才决定弃尸。警方是表示讲，目前敢若透过监视器确认讲，这个嫌犯有弃尸的行为，伊也毋过因为这个死者无外伤，讲就牵涉到杀人，也是有其他因素需要去调查。穿乌色查甫人经过路口，拖一卡红色的行李箱仔伫巷仔内行来行去，边仔阁有民众经过，伊行到边仔的人行便桥，倏落来将这卡红色的行李箱仔等伫边仔，人就出去走。行李箱仔内底竟然是一具尸体。第尸体行李箱仔落伫水沟仔内，过几6天闻到臭味，离场才发现内底有尸体，遂报警。8日暗时11点多，新北市新庄新泰路的巷仔内底传出着伤尸命案，警方经过调查，总算抓到嫌犯。好，不要讲话了。警察一笔到徛起内底，抓到锁定的一个姓陈的嫌犯，亦互警察查理上卡无力，送上去警察局。那死者敢若就是因老爸。领残障补助，所以他们没有把他报死亡。他可能是在家里放久太臭了，就拿去弃尸。听说是这样啊。姓陈的嫌犯甲爸母一口罩3个人，住伫离等尸体地点无介远的中平路巷仔内底。才搬来无到半冬，竟然变成等尸体嫌犯。因老爸早就失踪要1个月，引发着自豪的怀疑。根据了解，姓陈嫌犯初6暗时11点半，就拖迄卡第尸体行李箱仔行要25分钟，超700公尺，来到新泰路381巷内底等尸体。8日事发了后，新庄警方用3天的时间，调22天的监视器锁定嫌犯，落尾伫因兜掠到人。陈贤70岁之父亲已失踪将近约1个月左右，符合死者特征。嫌犯互掠到时，佮一直咧闹讲是安怎要甲伊掠，也毋过互问到关键问题，佮避重就轻，都是毋回答。经过比对，已经确认死者就是因老爸。是安怎会发生这场人伦的悲剧？警方佮咧继续调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